这时礼拜时间到，请咱备办心请大家将手机关掉，互咱专心来敬拜上帝。奏乐。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这是咱来吟圣诗181首，同心阿乐天父。同心阿乐天父。请起立吟全首。同心阿乐天父，主这耶和华。咱犹原徛伫三角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是来启用文第6篇，上诗也是圣经诗篇16篇。启用文第6篇，
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教示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这是咱同心来祈祷。至关万关能慈悲永远的上帝啊！因为你的疼，组织阮大家伫圣殿来敬拜阿罗你圣名，愿感谢你。主啊，阮人软弱、虚假、愚妄，时常爱趁私欲，受世界迷惑。主你讲。人枵餓並毋是無餅通食，喙焦並毋是無水通啉。枵餓喙焦是因為無聽趁主的話。求主赦免阮的罪過，讓阮困讀聖經，將主的話刻掉佇阮的心內，互阮的內面有換心正直的心，通行佇主的正路。大家同心合意，存謙卑敬虔的心来服侍。求主祝福阮台湾这个所在，互阮台湾这个所在充满了你的忍耐、和平、公义。这时，阮也为着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医治疼痛，心神软弱的，求主扶持保守。求主圣神，只是降临伫阮中间。特别甲黄牧师三角之地，宣讲你的信息，互阮讲甲听的平平得到利益。愿阮今仔日的敬拜甲学乐，诚侪芳的祭献到你面前，愿主了感纳。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是咱来看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8章，咱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8章18节到23节。有一个做官的在问伊讲：“好的先生啊，我着怎样做，通才通承接永活？”耶稣甲伊讲：“你啥事称呼我是好啊？无一个好，独独上帝那定。这一届你已经知，无伫奸淫，无伫杀死人，无伫偷窃，无伫滥杀做干净，着敬你的父母。”伊就讲：“这个我对细汉拢守伊啦。”耶稣听去，就甲伊讲。你要欠一项，就买你一切所有的来送养人，就要有财宝伫天里。过来对我，迄人听见这话真忧闷，因为伊真好业。咱过来看一位圣经，伫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耶稣入耶利哥，在过去的时，有一人名叫撒该，是做抽象的头人，也是好业。
伊爱要看耶稣是甚物人，若是人济，看袂着，因为因身躯矮细，就走最前，爬上酸栽树。要看伊，因为耶稣要对遐过。耶稣到迄位，抬头看伊，讲：撒该紧紧落来，因为今仔日我的确着点你的家，就紧紧落来，欢喜接纳伊。众人看见，嗷嗷念讲：伊入去歇伫歹人的厝。撒该徛伫对主讲：主啊，我将所有的一半，互送向人。若是有歪甚物人，就将4倍赔伊。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到伫即个家，为着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以上愿上帝祝福听懂伊的话的人。这是咱来请圣歌队赞美，因所要吟的是有一位救主。
信徒，咱只是请魏牧师，伊所要讲的是编辑的使命，编辑的使命。敬爱的陈牧师，长老、执事、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代表新德圣经学院来向咱同教会感谢甲请安，求上帝帮助咱以行动带导来关心新德圣经学院各项的事工，愿上帝赐福咱同教会。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祈祷的上帝，求你用智慧光来照阮的心，互阮会当领受你的真理，活出你以爱的生命。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两段经文内面有记载两个人来找耶稣，毋过却有完全无共款的结果。一个是悠悠愁愁的离开，一个是欢欢喜喜接待耶稣去伊的家。到底这两个人是啥物人呢？因搁伫耶稣的面前咧敲找啥物呢？咱做伙来看。头一段经文安尼讲。有一个做官的来问耶稣：“好的先生啊，我着安怎做，才通承接永活？”路加福音记载，伊是一个做官的人，意思就是讲，伊是一个犹太人的领袖。马太福音记载，伊是一个少年人，所以咱知伊是一个少年的官，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咱继续来读的是，嘛会知伊真好呀，就是讲。这个来找耶稣的人，是一位少年的犹太人的领袖，有地位，是好野人。毋过有钱有关系，并无互伊的性命得到满足。伊犹原感觉性命有欠缺，所以伊特别来找耶稣，就伊感觉是好的，会当帮助伊解决性命问题的老师。伊就问一个真重要的问题：我着安怎做？才通承接永活？对伊的问题来看，这个少年的官，毋是咧关心安怎去赚搁较济的钱，过了搁较成功，会当有搁较好的生活的享受。伊所关心的是生命意义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就是讲，我的一生爱做啥物，才会通有意义？啥物才是有永远的价值？安怎做，才会得到永远的活命？人啥物时阵会问即款的问题？就是问生命意义的问题、信仰的问题。通常是当人咧面对死亡、破病、做代志无法度掌握的时，这位少年的官有权有势，是一个人生高峰啊！伊无因为伊有富裕的生活，就袂记哩要超找永远的活命。伊嘛无因为伊是一个做官的人，就骄傲，无愿意人来请教。伫耶稣的面前，咱会当看出伊是一位非常谦卑嘛努力，想要追求生命意义的人。伊毋但是认真要得到永远的活命，伊平常时嘛有真好的信仰的生活。当耶稣咧问伊讲：摩西诫命，无伫奸淫，无伫杀死人，无伫偷窃。无你懒散做干净，就敬你的父母。这个少年官马上就回答：这一届我对细汉拢有守伊啦。这是一个真有把握、真有信心的回答。亲爱兄弟姊妹啊，毋知你有安尼的把握甲无？当耶稣问你，恁着啥疼？亲像我捌疼恁，恁也着安尼啥疼？你有把握，会当有信心来回应耶稣讲：耶稣啊！这你所讲的新的诫命，我对细汉已经拢守伊啊。这位少年官虽然有信心安尼的回答，毋过伊嘛知影，虽然伊对细汉都遵守这个诫，毋过敢无够，伊毋知影要安怎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伊。用今仔日的标准来看，这个少年的官有真悬的社会地位，伊嘛真有钱，阁守诫命，伊嘛有效有好名声，对信仰嘛是真认真，嘛愿意谦卑来请教耶稣。即款的人，若是还袂娶某，我想教会妈妈应该想尽办法
来介绍伊的查某囝，互伊熟悉。耶稣看见少年的歌有安尼真好的信仰生活，嘛较无永活的性命，就疼伊。这位少年的歌伫耶稣的面前得到好的肯定，啊，毋过耶稣上时嘛看到伊性命的问题。耶稣甲伊讲：“你阁欠一项，毋是2项、3项。”耶稣讲：“你敢欠一项，这项就是这位少年官要得到永活上大的阻碍，嘛是因为欠这项，互这个少年官一直感觉伊的性命无法度挽救。耶稣甲伊讲：“着卖你一切所有的，来互送向人，就要有财宝伫天里，搁来缀我。”耶稣指出这个少年官的问题。伊无法度得到性命的满足甲意义，因为伊互钱财、互社会地位所捆绑掉的。这位少年官因为有的太济，致到伊无法度放落，这就是伊上大的欠缺。当伊无法度放落的时，就无法度追求应该追求的物件。这位少年官，伊硬望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毋过，当永远的活命甲伊所有的财产来做比较的时，伊认为伊所有的一切比这永远的活命搁较重要。伊毋甘放落伊所有的。这位有钱、有地位、有好的行为的少年官，听耶稣的话，圣经台湾讲是真忧闷啊。马可福音讲了搁较好。伊讲，即个少年的官面就失色，忧闷就去，毋知是虾米色吼，可能是白顺顺吼。耶稣伫个遮咧挑战即个少年官，你的生命中，虾米是你上看重的？虾米是你无法度放落的？对即个少年官来讲，是伊的财产，是伊一切所有的，是伊的钱。我想耶稣嘛伫遮咧问咱的生命中，啥物是咱认为上重要的？是咱所做的工课吗？是咱的家庭吗？是感情吗？是人的娱乐肯定吗？还是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今仔日咱阁读到另外一个故事，有另外一个人嘛来找耶稣。这个故事发生伫耶利哥。耶利哥这个所在出产香油甲枣啊，是当时算是巴勒斯坦上富裕的所在，所以要交的税嘛特别多。这个故事的主角名叫撒该，伫耶利哥是最抽象的头人，就是税吏长，会当讲是罗马政府伫耶利哥的国税局的主管。根据罗马历史的记载，罗马政府为着国家的发展，需要真济的费用，因为一个真有创意的收税的制度。抽象的头人会当罗马政府来标一个范围，每一年都交予罗马政府一笔钱。当然，这笔钱应该是袂少。然后，你当这个范围内面的百姓来收税。你要百姓来收偌济，就要看你的本事。咱拢知，无人会做了钱的生意。有厉害抽税的头人就本事来超收。一般的百姓对抽象的头人是敢怒不敢言呐，真惊去得罪伊，都要交搁较济。大概做即款的工课看起来是袂歹，啊，毋过一般的犹太人是看袂起伊，因为大概是犹太人替罗马政府来收税。称做罗马走狗啊，是当时犹太人认为的反叛者，是罪人，是当时犹太宗教甲社会所排斥的。因为这是一个好缺，抽象的头人有钱是真自然的事。撒该虽然有钱，应该是无啥物朋友。我想伊嘛是真孤单。迄时撒该听到耶稣要来耶利哥。耶稣过去伫逐所在所行的生业，
伊伫的能力、赶鬼的权柄，拢传到耶利哥。即天，当耶稣入耶利哥，通城拢咧风声，是街头巷尾人人拢知的大代志。大家拢想要来看耶稣。撒该伊嘛想要看耶稣到底是啥物人。啊，毋过伊想要看耶稣有淡薄仔困难，因为人真多，伊身躯萎缩，看袂着，搁加上别人拢讨厌伊，应该是无人会让位互伊看。啊，毋过这困难无法度阻挡伊想要看耶稣的心，伊就想一个办法，伊走前爬就生栽树，因为耶稣要对遐过，咱会当理解。少年人来追星，有当时会做出疯狂的举动哈。啊，毋过撒该虽然是少年人，啊，毋过伊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伫犹太人，若是大人要爬树啊，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这不合体统哈。因为因所穿的衫，伫咧行爬楼梯的时，都要真注意，因为一无小心会互人看到私密的部分，因行楼梯拢都要小心，因就无可能去爬树啊。咱会当想象撒该爬树的心情，伊一定听过耶稣伫逐所在所做的事，就是互彩眉会当看见，伊伫破病的人，当耶稣来啊，耶稣来啊，耶稣来到耶利哥，毋知耶稣会当改变伊的性命无？撒该有可能无啥意义，伊即摆的生活，伊的生活充满白贼、虚假、偏碰，抑个剥削。问题是，伊的性命到底要安怎改变呢？我想，撒该爬去树仔顶，伊应该是较无一个真大的改变。当撒该伫咧树仔顶，心内不安的时，耶稣到伫遐，掠头看伊，讲。撒该，紧落来。耶稣掠头看到撒该，伊问讲：“你是啥物人？你伫咧树仔顶做啥？”耶稣叫撒该的名，表示耶稣知影伫咧树仔顶的即个人就是撒该，是抽象的头人，是互当时犹太人所讨厌、排斥的人。耶稣嘛问讲：“你有愿意把钱还互别人啊无？你有愿意改过自新？”无搁欺负送向人啊无，伊只是爱撒该紧落来。伊搁讲，今仔日我的确要踮伫你的家。撒该应该是感觉真戆领，像我即款的人，耶稣竟然要来我的厝，一个互人配烂、拒绝、排斥的撒该，耶稣快伫逐个人的面前讲，毋管你是啥物人。我接纳你，上帝听你。今仔日，我的确要踮伫你的家。众人看见，摇摇念讲，伊入去向伫歹人的厝。因咧想，耶稣哪有可能接纳即个罪人？耶稣哪有可能到即个歹人的厝，一个罗马祖国的厝内底呢？啊，毋过咱看见，大家认为的歹人的撒该。伊的性命完全改变了。撒该真认真、真严肃，伊徛伫咧耶稣，徛伫咧大家面前讲：“主啊，我将所有的一半摕出来，互送向人。我以前若是捌冤啥物人，就赔伊4倍。”撒该原本最抽象的头人，就是为着钱，为着要增加家己的财产，伊是毋管别人的死活。内要抽税的人，但伊愿意将伊所有的一半摕出来，互需要的人，互送向人，诚做一个甘心甲别人分享的人。以前伊收税甲讨费共款，摕无应该摕的钱，但伊愿意改变，为着伊过去所做的错误的事来负责任。伊咧超找性命的价值，伊咧超找性命的意义。伊伫咧耶稣的接纳，甲耶稣的听内面，找到家己存在价值。过去，伊拍性命对别人迄边摕到搁较侪的钱，伊的性命
省到加剩钱尔。钱正做伊唯一的倚靠，也是伊生命中安全感的来源。但伊找到伊生命中搁较重要的事，伊知影虽然伊无好，上帝有缘接纳伊，听伊，互伊改变的机会。耶稣的听甲接纳，互伊一个新的安全感，满足伊生命的欠缺，互伊愿意来改变，来成做别人的祝福，互别人嘛因为伊会当幸福。耶稣讲，今仔日拯救到伫即个家，为着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恁主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遮所讲的失落，简单来讲，就是伫个错误的所在。一个失落的人，表示伊的眼光、伊的生命是伫个错误的所在。耶稣来，互咱新的眼光、新的生命的态度，帮助咱离开错误，别人带转来正确的位，转来上帝恩典内面，成做伊的子女，帮助咱找到生命的意义，得到永远的活命。咱无法度伫错误的基础顶面起造正确的人生。当咱失落，咱需要回头转来正确的路，互上帝来引带咱头前的人生。这时，请同工来帮助咱来看一段影片。
这咱所看做上重要的物件，有可能就亲像甲影片所讲的，是咱人看做是好的，是成功的事业，是钱财，是关系，是感情，是期待，嘛有可能是人无意爱的，就是自卑感，过去所受的伤，咱无法度赦免的对待，咱的生活互逐项的私欲所掌握。咱真努力想要互家己脱离，嘛自信家己无可能互咱所扯的围巾来捆绑。啊，毋过当咱付出哪来哪侪时间，咱付出咱的心思意念，咱就哪来哪无法度来放手，嘛离上帝哪来哪远。咱敢真正愿意伫也会赴的时，就提起咱身躯边的家刀。加长这一切的甜伴，重新开始。咱敢愿意知影，原来一切痛苦是因为咱无愿意放落，是心内面的毋甘甲贪心。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经文中两个主角，有钱的官甲撒该，因有伊的梦，伊嘛有因的期待，因两个人拢共款有钱有地位。有成就，伊每一工对名声、钱财、地位的追求，编织因的人生。伊嘛渐渐互因所追求的名声、钱财、地位所掌握。啊，毋过当因甲耶稣相拄，耶稣看出因生命中真实的需要。耶稣嘛邀请这有钱的官甲撒该放落因生命中看为上重要的，对迄个因所意爱的官位落来，放落因为着家己的梦所扯的围巾，迄个围巾迄条，因为别人的乌鲁肯定看起来真水的围巾，放落迄条因已经习惯，互因有安全感的围巾，放落迄条抢走因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神、所有的心思意念的围巾，耶稣邀请因放手，毋是啥物拢无做，是莫互钱财、名声、地位、感情，咱一切所意爱的，阻挡伊对人的怜悯。耶稣毋茫因当拍开因的目睭，看见因身躯边有侪人的需要。送向人的需要，毋茫分享因所有的，诚做伊身躯边人的祝福，搁来群对主，参与伫福音拯救灵魂的福音事工内面，就亲像耶稣当日咧安怎呼召彼得，耶稣嘛呼召即个少年的官，对厝仔顶落来，毋是啥物拢无做，是接待耶稣带伫你的家，也带进你的心，互耶稣来掌管你的性命，帮咱伫个最艰苦的所在，做一个尽忠有知识的管家，遵照上帝的指示，照实发米粮互需要的人。撒该少年的官，因不断地编织因的围巾，过去伊用钱财来编织因的人生，啊，毋过耶稣邀请即个少年官，邀请撒该转来上帝恩典甲上帝接来内面，转来因原本应该伫的所在。伊嘛邀请咱，对今仔日，咱无需要家己来编织，就互上帝来引带编织咱生命。上帝要邀请你甲伊来合作，来编织咱续落来人生，来编织迄未败坏的冕旒。来领受永远的活命，互每一届编织的时，拢诚做上帝恩典的时；互生命的编织，诚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诚做祝福别人的管道。这时，咱会当安静咱的心，咱会当来思想，耶稣咧问：什么是你生命中看做上重要的？伊咧问：什么是你即马
生命中看做是上重要的？是上帝的话吗？是你的工作吗？是感情吗？是你的服侍吗？服侍有比上帝的话搁较重要吗？什么是你看做上重要的？什么是你无法度放落的？上帝咧问咱每一个人，上帝嘛要邀请咱毋望上帝带进咱的家，带进咱的心吗？咱毋望上帝会当掌管咱的性命吗？还是有的事阮家己来，有的事交互上帝？撒该邀请上帝入去伊的心，伊愿意耶稣来掌管伊未来的生活。咱愿意上帝完完全全掌管阮的生活，完完全全掌管咱的服侍、咱的家庭、咱甲人的关系、咱甲对敌的关系吗？咱愿意把这拢完全交互上帝来掌管吗？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通过少年官甲撒该的性命，互阮搁一摆来思想，什么是阮生命中上重要的？什么是阮目前无法度放手，互上帝你来引出的？虽然阮每一个人可能都无共，啊，毋过阮深信你所教示阮的，若有人爱跟对你，就着看无家己，掠伊的实质价来缀你，因为既然爱救伊性命的，要失落伊；既然为着主甲福音来失落伊的性命的，要救伊。2000年前，撒该对树仔落爱，伊转来上帝恩典内面，体会着上帝疼甲接纳。上帝疼甲接纳，编织撒该的性命，互伊性命成做伊家己，嘛成做别人的祝福。伊对失落中，互上帝拯救，得到阿伯拉罕子孙的应允，得到永远的祝福。今仔日感谢主，你嘛邀请阮对阮的困难、阮的问题、安尼困境内面的树仔落来经历你的疼、你的恩典、甲你的接纳。主求你进入阮的心，帮助阮会当跑走伫你的旨意内面来跟对你，会当看无家己，掠阮的实力价来跟对你，过得胜的生活。可能阮有当时会跋倒，有当时会失败，总是阮无放弃，要继续往前来跑走，直到见你的面。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即时来吟圣诗583首，愿主存你圣手，愿主存你圣手。请起立吟全首。心所靠近。
请坐，奉献，请单数言之事，数依灵之事。咱请起立迎奉献的时。咱即时来看，本周金句伫酒杯上后壁面，我读一遍，大家来读2遍。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拿伊的十字架来对我。马可福音8章34节，请。人爱对我，就看无家己，拿伊的十字架来对我。马可福音8章34节，若有人爱对我，就看无家己，拿伊的十字架来对我。马可福音8章34节，咱即是来看第1面、第2面，酒杯第1面、第2面、第3面、第4面，到第5面、第6面，请咱家己来看。也有侍奉的人，咱家己来注意。第7面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来看。如果若有错误的，咱中一来更正。咱来看第8面消息报告。本主日是圣经学院奉献的主日，咱真欢迎。黄义文牧师来本会请安分享，请兄弟为这事工代祷奉献。咱搁一边来拍拍欢迎牧师。第2，罗金军团队受派前往大德教会为新的圣经书院请安报告甲讲道。第3。咱今日中昼12点半，伫7公1会议室召开教育部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第4，下晡
1点半伫705会议室召开行政部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咱来看后礼拜9月24，后礼拜主日是文字事工奉献主日，咱欢迎彭牧师来咱本会请安分享，咱兄弟为着这事工来带到奉献。伫后礼拜下晡1点半，伫705会议室要举办关怀系列的讲座2，咱要邀请彭志宏牧师主讲，讲题是分享喜庆面面观，欢迎兄弟来踊跃参加。小会的消息报告，咱经过预选结果，咱要公布中级候选人名单伫中级的候选人小会中级候选人长老的候选人，咱是有竞争性了陈建州、李文贵、王浩杰。这次的候选人是黄团棍、陈建州、李文贵、黄廷义、赵美珠、鲍基峰、劳泰山、陈博言、陈碧言、郭明伟、王阿琴、蔡以如。10月7日，咱要召开好会选举中执。迄礼拜第1场甲第2场咱合并。礼拜时间改做上午9点半开始。请咱大家注意踊跃参加。教会消息，咱为着台东的新港教会因心意更新因有迄个文创的物品要义卖伫4楼，咱欢迎兄弟会后了去购买来支持这个事工。第2，教育部奖助学金审查委员会公告对今仔开始接受106年第1学期奖助学金的申请，这个申请到9月24中昼12点为止要申请的同学，请咱伫这个时间内将将个学校的成绩单、影本甲申请表交予各班老师，也是迄个团契辅导评核了，咱才要统一交予办公室来收集。奖助学金申请办法咱公布伫4楼的公布栏，咱请来详细看。9月17第4季授洗班开课，咱若有要洗礼的兄弟，请对办公室来报名。第4、第6期社区会议班招生，咱对10月14开始，伫每礼拜上午10点到11点半，伫705教室上课。这个招生的海报、招生的情形，咱伫公布栏有公布咱名额只有30名请报名。感情技术也是郑雨桐的干事来报名。教界消息，2017年新德中会中级联谊会，时间是9月23上午10点到12点，地点是新德教会。咱也伫这个消息是伫4楼公布啦。总会全国妇女查经营，互人好好的保罗。这时间是伫10月23到25日，地点是中华电信高雄训练所，讲师是邱淑斌牧师，费用每人3000块。报名到10月7日。咱请要报名，请朱美玲姊妹报名。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来介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通过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咱感谢黄玉文牧师，直接来为咱来正道分享。请咱继续为着玉文牧师及洪文教会的服侍。以及这牧会的进行，为着伊来带导。咱上时嘛，为着圣经学院的运作，也是讲一遐的正的这的服侍，也是事工嘛，为因直接来带导。牧师直接补充一个消息：伫昨下暗11点外，
着淑音姊妹的翁婿总委员曾议员兄弟蒙主文调，牧师甲一寡长老同工去到中间，用诗歌甲祈祷来陪伴遮个家属，甲即个议员兄弟来行最后一程所以咱继续为着淑音姊妹的家族继续来关心甲代祷。以上是只做补充报告。上映，咱来吟397首，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咱吟诗线，请黄牧师祝祷。请起立。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性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天乐灭倒。
请咱大家甲咱的头前后壁请安联谊吼，咱在1点半以后，咱再上6楼用爱餐。